職業咧就係一個教打鼓嘅導師啦。咁我玩嘅樂隊咧就係叫做 Life Was All Silence。咁樣咧我哋呢隊樂隊嘅音樂咧就係玩 post rock， 即係後搖滾。我諗再可能仔細啲，可能會少實驗，加上後搖嘅一種音樂類型，就係咁。首先冇 internet 嘅年代，應該就好少有 Life Was All Silence 呢種咁嘅類型嘅音樂嘅產生先，或者流行得咁快。要知道 post rock 到而家為止嘅年紀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可能90幾年開始 Godspeed You Black Empire 呢隊 band 開始啦，或者係可能 Sigur Rós。但係如果冇網絡嘅平台，你點樣可以聽到呢種音樂先？你冇接觸過呢種音樂，你點樣可以去玩到呢種音樂先？所以如果冇 internet 呢樣嘢，其實可能已經減少咗好多類型嘅產生，音樂類型嘅產生，或者好多唔同樂隊嘅風格嘅產生先。所以你話冇呢隊 band， 可能我玩緊 Beyond， 或者sorry 應該話冇呢個音樂平台，可能玩緊 Beyond， 或者玩緊啲主流媒體播乜嘢，咪玩咩咯？可能 K-pop。我而家就冇去唱片鋪買唱片嘅習慣㗎啦，或者有嘅好少咯。我會行咯，但係可能我會行一啲獨立唱片鋪，未必會行一啲大型連鎖嘅唱片鋪，因為佢哋所 provide 到嘅即係 product 或者係唱片會一定會比較啱我自己 style 啲，因為大型少少嘅都會比較係一啲可能係大嘅 label 先至出嘅唱片啊，咁樣如果係一啲獨立唱片鋪小型啲嘅話，佢哋可能會入一啲比較 indie 啲啊，或者比較未必咁多人認識，不過佢哋玩嘅音樂類型比較風格內容比較特別啲嘅唱片鋪，可能會行下睇中我會買，但係而家越嚟越少啦。點解咧？越嚟越少係因為網上面我可以買到啦，可以睇到啦，因為我唔需要實實質質，我唔係一啲儲唱片嘅人啦，我唔係實質要一個 CD， 我要裡面嘅音樂。我要裡面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我可以 iTunes 買，方便好多，即刻 download 落嚟，咁就即刻可以聽，咁樣咯。所以都冇乜需要去唱片鋪買。咁可以睇翻嘅就係你而家所謂流行曲嗰啲歌手，佢哋出嘅唱片或者佢哋買賣嘅數目，已經同以前90幾年嗰啲四大天王嗰啲爭好遠啦。因為網上面實在可以太容易就可以攞到啦。咁所以佢哋數量一定會大大減少嘅，因為有咗網上面不斷有可能 upload 上載，然後就可能免費就 download 到，咁其實佢哋唔需要去買嘅，唔使錢就享受到嘅音樂，咁其實我都會去做。我覺得如果一張唱片佢嘅音樂係好好嘅話，可能會有啲人中意買嚟留念或者紀念，但係啲人已經覺得呢個價值唔係大得過裡面嘅音樂。即係話，如果裡面音樂係好聽嘅話，張唱片我唔 keep 都得，咁其實唔需要買唱片。我純粹可能就係要裡面嘅音樂，咁所以 that's why 唔去買啦。如果調翻轉，我中意嘅音樂同嘅時間，我係用買一張唱片去紀念我中意呢個音樂，即係有個咁嘅好似收藏咁嘅習慣嘅話，如果每個人都會有呢個即係做法或者呢個行為嘅話，我諗唱片業應該唔會式微得好犀利。即係話其實係買裡面嘅音樂，同埋買裡面嘅唱片。或者可能好似話有啲朋友佢哋會買黑膠嘅，你估真係買唔到裏面嘅音樂咩？唔係，佢哋係中意儲黑膠，佢哋可能中意播住個黑膠，用個唱盤播住黑膠放出嚟嗰種音樂嘅質感，可能有啲唔同啦，聲音唔同啦，或者係可能好中意儲一啲黑膠唱片咁嘅習慣，咁佢哋咪會到而家黑膠唱片其實都會仲有賣，不過一定係比較少。大眾化嘅口味都開始偏差，或者係依家嘅流行或者主流嘅音樂，未必話個個人都開始中意。又或者因為網絡嘅問題啦，咁好容易就可以攞到一啲資訊或者其他唔同嘅音樂嘅 source， 咁咪好多時都會影響咗好多唔同人。點樣影響咗？譬如話如果我冇 internet 嘅，我上唔到網嘅，我淨係可以喺電視機或者係主流嘅媒體上面先至可以接收到我嘅音樂信息，除非你要特登去揾先至有嘅。
咁但係有網絡之後，你其實可以隨時就可以喺 YouTube 啊、whatever Bandcamp 或者係所有 Spotify 所有啲咁嘅 Apps 啊、網絡啊，都可以揾到一啲隨時就可以唔同世界。可能美國今日有隊 band pop 咗首歌，你今日就聽到。呢個咁嘅方便，咁樣嘅帶嚟嘅資訊科技嘅方便，咁其實影響咗好多人嘅口味先，因為佢多咗 option， 多咗選擇，咁咪可能會少咗去聽主流音樂。其實我哋就暫時 so far 都係返大陸做個演出，就可能廣州啊、深圳啊。如果係地區以外啊，就應該係呢幾個地方嘅。咁冇乜其他㗎啦。咁演出完之後都係靠微博啦，因為大陸冇 Facebook，所以喺微博度同啲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嘅 fans 少少啦嘅溝通下，同佢哋講我哋有咩去向啊，嚟緊會有啲咩大計啊。而家喺香港做緊乜嘢啊？都喺微博度 post 咯，咁都好開心嘅。佢哋都有留意喺香港，譬如早幾個月前搞個 show，都有一啲特登喺內陸或者內地過嚟睇我哋。我哋而家就啱啱完成咗錄音嘅工作，咁嚟緊應該會籌備緊後期啦，後期嘅音樂製作啦，之後就會可能出我哋嘅第一張唱片咁樣。但係我哋因為要考慮到呢張唱片嘅，即係或者係因為喺出呢張唱片之前，可能我哋會嚟緊可能會出一啲 trailer，係話俾人聽，可能我哋會嚟緊會出唱片啦，或者會拍幾個 music video 有關於呢種音樂嘅一啲特性啊。咁當然唔係出晒樣、跳晒舞嗰啲嘅，純粹係講下可能呢首歌表達啲乜嘢一啲music video。跟住我哋先至可能會推出唱片，同一時間就係做 live 嘅表演咁樣。咁你哋會唔會利用互聯網去擺你頭先講嗰啲 video 啊，或者宣傳你個唱片呢？呢個一定㗎啦，唔係就冇其他地方擺，因為擺唔到去 TVB 啦，擺唔到去亞洲電視。作為買家同埋作為玩音樂嘅人咧，或者聽眾啦，或者普通嘅聽眾同埋我哋音樂之間嘅分別就係、聽眾可以有權選擇我哋出點樣出發，或者聽眾有權選擇我買唔買嗰張唱片，係咪？咁我哋尤其我哋對 band 啦，我覺得通常我哋作為啲獨立音樂都會出唱片，唔係因為我哋要揾佢嚟做銷售嘅一個媒體或者媒介銷售嘅一種product 咁樣賣出我哋歌，因為我哋嘅歌完全係可以喺網上面賣出去。點解都仲要有一張唱片要話擺喺度俾人賣，而唔係 po 上去俾人 download 呢？原因係我頭先講嗰個原因啦，好似買一張黑膠嘅原因。點解你明明可以喺網上面 download 到歌，都仲要買張黑膠呢？係因為話俾人想俾人哋，或者想我哋中意我哋嘅音樂嘅人擁有一張唱片嗰種感覺，係始終係唔同嘅。好簡單個例子 ，Radiohead 啦，係嘛 Rainbow 隻碟，咁人哋 download，最後俾人買咗好多隻。其實只要你出張唱片第一日，我諗蝦米網已經可能 copy 咗落嚟，然後俾任何國內嘅人全部都會有機會聽到或者 download 到。咁所以唯一我哋要做嘅係點樣去 solve 呢個問題呢？咁其實一來我哋唱片唔係我哋主要收入嘅來源，我哋出張唱片係為咗紀念我哋有過做過嘅作品。我哋出張唱片係想俾我哋中意我哋音樂嘅聽眾會擁有一張咁樣嘅唱片作為紀念。咁其實我哋都唔介意。點解呢？因為始終如果去到嗰個位置，我哋係想可能你咪當分享。
因為我始終覺得，如果佢真係中意我哋嘅音樂，佢會到時都會買一張唱片，會嚟睇我哋嘅 live。呢個係我第二個諗法。